最近全民发起着买旺来挺农民的活动，除了各种创意的料理之外，嘛会当做成保养品哦。这个屏东赤山社区结合着生物科技，用旺来酵素来做清洁用品甲保养品。高雄内门农会是推出着亮红素，用这个甘甜的零金瓜结合着酸甜的旺来，将要外销到新加坡。 烘甲变做金色、芳芳酥酥的外皮，阁有真饱满的鸭。甜甜的零金瓜和酸酸甜甜的旺来鸭结合，甜蜜厚嘴口感，用这酸甜比例来做亮红酥。由咱内门区农会甲咱地方所生产的迄个金钻17号的旺来啦酸甜的口感真特别的组合。 高雄内门区农会生产的亮红酥，互新加坡市场真介意。台湾往来阁会使做这，倒一个出来保养皮肤，或者是会使用这来洗头。用这洗了，唔但是感觉真舒适，而且阁有这阵大家上熟悉的味。闻到旺来味，较清爽。从保养到洗头，全部拢是用旺来当中的酵素来做。那我们推出的产品有金钻凤蝶化妆水，还有洗面露。 沐浴乳、旅行包等等这样子。台湾旺来品质真好，业者嘛拢真有创意，推出真侪产品来行销旺来。